频道工作者怎么把影片加入播放清单。从那个 UT Studio 这个工作室进去看影片，你看你有没有看到？OBS 这个直播串流软体下载操作教学，按右边三个点按进去，右边三个点按进去，有看到编辑影片了，按编辑影片进去。好了，有没有看到加入播放清单？加入播放清单，按进去。你看，按第一个，有没有第一个？刚刚有增加要进入自己的频道，然后媒体库，然后再找到播放清单，然后再找到一个增加播放清单，按下去，然后打字呢，这个名称都是要自己打字打出来的，然后再退出来到那个工作室看影片，然后加入播放清单，这样操作。你看，现在就是在操作了，把这个影片加入这个播放清单。电脑程式应用啊，然后按完成。你看这边就有显示了，播放清单这边就有显示 OBS 的直播串流软体操作，按储存哦。再多操作几个来看看啊，要看到加入播放清单，有做过了，你看通常都会跑出来，这样很方便，就勾选勾好了。那人家那个搜寻的话，就容易找到我们这个影片了，播放清单了。搜寻 OBS 就容易找到我们这个播放清单，所以要有加个井字哈。然后来按影片，超过1分钟的是影片哦。然后这个排顺序哦，先加入播放清单的排在下面，最后的是排在上面。人家看影片画面，看播放清单画面，从上面看下来，所以要把你认为最重要的有那个图片引导的，像这个有蓝色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要放在最上面，所以要最后放在最后加进去，放在最后加入播放清单。这个有做了呢，有加入播放清单哦。刚刚先加入其他的，现在增加 OBS 的电脑程式应用的。按完成，按储存，要按储存哦。来按这个，你看这个第二重要的是时间长达17分钟23秒，就是看人家的网站，这萤幕录影的没关系的，萤幕录影都有网址，没有改变人家的内容，侧录人家的影片也没关系。那个 YouTube 的资料有显示是这样，我不是逐字念哦。投影片来放映，截取萤幕输出呢？你看，还有视窗截取呢，浏览器应该还有摄影机抓到的那个画面。那这个最后呢？
按播放清单，加入播放清单哦。按储存哦。然后你要选那个画面要怎么做呢？按编辑影片，然后按左边有一支笔，左上方有一支笔，按进去，然后你看着这个图片，看看要按下去，按这个好了，原来这个比较是重点呐。右边3个点，然后编辑，按那个笔来选，还是按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有醒目的功能。注意看播放清单哦，按播放清单，有没有看到 OBS 啊？现在显示的是5部影片了。OBS 是串流软体下载，显示5部影片，有没有？点按进去看影片排列顺序。哎呀 ，A 后面加进去的 A 下面呢，跟刚刚讲的顺序相反呢，可以调整哦。要进入你的频道播放清单那边来调整上下顺序。那以前看到的是跟刚刚讲的相反，可能已经有操作改变过了，顺序排整排列方式有改变过了。那如果把这个最下面的移动到最上面，退出来，这个箭头这个就是退出来。箭头这个就是退出来了。退出来以后进入，要看 YouTube 影片的这个，就要进入自己的频道，要按这个图，播放图这个，进入以后按右下角媒体库。刚好就是在打叉那个位置啊，媒体库有没有？右下角媒体库按下去，已经进入自己的频道了。如果要看频道，是你点按右上角，然后看自己的频道，然后进入社群，进入播放清单。播放清单已经700多项了呢。要按那个已建立的播放清单。你看700多项，有没有看到 ？OBS 的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播放清单啊？自己的频道里面的播放清单，有没有看到？左边有那个像数学做题目等于那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缩图的左边有那个像数学符号那个？有没有像数学符号那个等于那个符号？有没有？按住那个地方，按住地方来调，可以上下调整顺序。有没有这个顺序调整？按住那个等号那个地方，然后可以上下移动顺序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顺序调整？还有一个排序的。原来刚刚可能只要按排序就好了嘛。看看排序有什么排序？新增日期的，要最新的在上面，还是要最旧的在上面？新增日期，看要最新的在上面，还是最旧的在上面？
等它刚刚就会切换了。还有最热门的，看哪一部影片看的最多了？还有发布日期最新最旧，新增日期最新最旧。那刚刚那个调整顺序应该是发布日期。因为这第一次做，所以又是新增日期，又是发布日期，最好是发布日期。一段日子久了以后，还想要调整顺序的，那就要选这个发布日期。如果不想调整那个顺序，只要想找到最新增加的，就找这个新增日期。排序啊，你看排序。